台南市议员林美燕因为接到未少的民众反映，伫南区 S4至14、15米的道路工程，虽然伫今年农历期间开辟完成，并且开放民众来通行，不过当地居民反映，因为道路近邻稀树光芒，夜间的照明阁不足，傍晚暗时行伫路用，感觉心内拢怪怪。一条新开辟到了 S7至14、15米道路，虽然初验开放过，但是它已经开放单连通行1至2个月了。那1至2个月的过程中，行人行驶过程中有感受到一些问题啦，好，就是周边设施没有完善。第一，在原来的喜事路222巷的出口进入到我们这条新开辟的道路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 T 字路。标示不明，如果到入夜以后，这样子很危险，就会直冲到人对面的一些就是民宅，这个很危险，所以必须要加强。第二点，我们看到在 S714至15米这个道路，因为它的住户非常的少，所以没有住户本身的亮度，只有路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路灯而已。所以，而且它旁边还有一个邻避设施，就是公墓。所以在这个部分，它不能以城市的亮度的系数来做衡量，它必须要加强它的亮度系数。所以我们要求现有的路灯事实上完全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相关单位必须要补强。对此，议员上午也是市府交通局、民众管理所、加营建署南区工程处来会勘。营建署南区工程处表示，因为路顶是采交错的方式来设置，一切符合规定。如果近邻公墓的部分要增加照明，工程处会搁再选择夜间来会勘，再做评估。路灯的部分，我们会再回去检视一下，看这个规范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那晚上我们会再确认一下那个照度是不是足够。那如果说真的有在需要加强亮度、照度的话，我们再跟市政府公务局的路灯管理的单位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要如何改善。该道路 S4至14、15米的道路是营建署的新辟道路，全长大约200公尺，是连接喜秀社区加西滨公路。开通以后，喜秀社区的居民唔免坐远路，就会用直接通西滨公路。至于近邻公墓的部分，议员嘛建议殡葬所先加强绿篱来阻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